带着笑容投入内湾怀抱，准备接受老街的洗礼。内湾火车站是内湾支线的终点站，民国40年兴建，半世纪后木头窗棱还在，保有怀旧风情。顺着铁轨望过去，蓝色的2大桶水槽，给蒸汽火车使用的加水站。我曾经问那些老师傅，那老师傅说，因为加水它水质石灰石含量少，不必常常要进去清那个锅炉里面的石灰石，所以他们宁愿来这边排班。内湾老街大多居住着客家人。好客热情是老街的代名词。小姐漂亮怎么说？不会讲，讲一句讲。谁莫暗讲？谁不会暗讲？初次见面，一句客家话拉近彼此距离，一颗野姜花粽改变内湾。野姜花根取代味素，高钙米代替糯米，还有这个特别的名字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它长在小溪边，不需要喷药，不需要施肥，要靠自己在生活。老天爷给你什么环境，你就要在那种环境里去存活。我们客家妇女也是一样。老街另一端是内湾戏院，售票口关闭，电影已经播映，催促着赶快入座。6个，搞把这顶灯来贴。黑白电影登场，回忆涌上心头。视野拉宽，原来台下是餐厅。吃饭配电影很有古早味儿，也因为这氛围，内湾人潮不断。内湾吊桥底下溪水淙淙，位在内湾东方，包括林业展示馆、信仰中心、广济宫都值得造访，是周休2日好去处。抓住古早味儿，又添加创意元素，这是内湾迷人之处。火车站里承载半世纪的悲欢离合，电影院中上演一幕幕的人生百态。走进内湾，细细品味客家氛围，慢慢积累感动时刻。